自謝賢於2026年7月20日離世嘅消息由謝霆鋒同謝婷婷聯合發佈訃告正式確認之後，足足5日，全港媒體嘅鏡頭都對準咗香港殯儀館嗰扇厚重嘅銅門。大家見到成龍拄住鬼像俾人扶住行入去，見到劉德華一身黑衣神情肅穆咁鞠躬，見到周潤發夫婦送來用白玫瑰同白菊編織嘅巨型花牌，見到半個娛樂圈嘅熟面孔喺靈堂前公咗眼眶。之不過喺所有鎂光燈瘋狂閃爍嘅畫面入面，有一個人嘅缺席，比任何到場者嘅哀慟都更加刺眼。王菲，呢位同謝霆鋒復合12年、同居至今嘅伴侶，由頭到尾都冇出現喺謝賢嘅葬禮上。佢冇送花圈，冇發悼文，甚至連社交賬號嘅頭像都未曾換過黑白色調。佢好似喺呢個家族嘅故事入面徹底蒸發咗，似一個從未存在過嘅影子。要知道，狄波拉喺謝家嘅地位向來微妙而特殊。佢同謝賢1979年結婚，1995年離婚，但離婚之後兩個人反而成為咗彼此生命中最重要嘅親人。謝賢晚年獨居嗰陣，狄波拉隔三差五就上門探佢，帶佢去飲茶，陪佢打牌，幫佢張羅家庭聚會。喺謝霆鋒同謝婷婷嘅成長過程入面，佢更加係以嚴母形象牢牢把控住呢個家族嘅門鳳同體面。佢唔係嗰啲會喺公開場合失態嘅人，更加唔會輕易對個仔嘅伴侶發表負面評價。正因如此，當佢用唔知乜嘢叫尊重呢7個字嚟形容王菲嗰陣，所有熟悉佢嘅人都意識到呢背後積壓嘅怨氣，恐怕遠比表面上睇起身要深得多。而更令人震驚嘅係，就喺狄波拉呢番話傳出嘅同一日，一段謝賢生前嘅早年訪問錄像俾網友由塵封嘅檔案入面翻咗出嚟，並喺短短幾個鐘之內登上各大平台熱搜榜首。錄像拍攝於2017年前後，當時謝賢已經年過8旬，但精神矍鑠，講嘢依然帶住佢標誌性嘅直率同不羈。畫面入面，記者問佢點睇謝霆鋒同王菲復合，謝賢先係擺擺手，話呢個係個仔嘅私事，自己唔方便多講。但記者顯然唔打算放過呢個話題，跟住追問咗一句：四哥，咁你會唔會叫王菲做新抱啊？謝賢擰咗一下，隨即哈哈大笑，但嗰笑聲入面分明帶住幾分意味深長嘅疏離。佢搖搖頭，用一種不容置疑嘅口吻回答：我唔會叫王菲做新抱。記者追問點解，佢收起笑容，語氣變得認真起嚟，講咗一句令所有人都冇諗到嘅說話：我哋謝家嘅媳婦從來都只有柏芝一個。呢段錄像嘅曝光，猶如喺一鍋滾油入面潑入冷水，瞬間將成件事推向咗不可收拾嘅輿論漩渦。原來謝賢對王菲嘅態度，從來就唔係外界所猜測嘅中立或者默許，而係一種由骨子入面透出嚟嘅唔認可。據一位同謝家交情深厚嘅資深娛記回憶，謝賢對張柏芝嘅偏愛喺香港娛樂圈幾乎係人盡皆知嘅公開秘密。早喺2006年謝霆鋒同張柏芝結婚嗰陣，謝賢就曾經喺婚宴上當住所有賓客嘅面話，張柏芝係佢見過最懂事嘅女仔，謝家能夠有咁樣嘅媳婦係福氣。即便後來封之離婚，謝賢對張柏芝嘅態度亦從未改變。佢多次喺公開場合表示，張柏芝永遠係謝家嘅人，係兩個孫嘅阿媽，呢一點邊個都冇辦法改變。更令人動容嘅係，張柏芝喺離婚之後，每逢謝賢生日，都會帶住兩個仔上門拜壽，親手煮一圍餸，陪老人家傾偈，從未間斷。反觀王菲，同謝霆鋒復合12年，卻從未俾人影到同謝賢同康嘅畫面。呢個並唔係偶然嘅巧合，
而係謝賢本人刻意保持嘅距離。據謝家一位前家政人員向媒體透露，謝賢生前曾經私底下對老友抱怨過，話王菲呢個人太冷，逢年過節從來唔主動問候，甚至連一通電話都冇打過。呢位家政人員回憶，有一年春節，謝霆鋒帶住王菲返謝家大宅食飯，王菲全程幾乎冇乜講嘢，食完飯之後就獨自坐喺客廳角落睇手機，同謝賢幾乎冇交流。謝賢事後對狄波拉嘆氣，話呢個女人心唔喺我哋謝家。狄波拉當時仲勸佢唔好諗咁多，話後生仔有自己嘅相處方式。但如今睇嚟，狄波拉對王菲嘅不滿，恐怕早喺嗰個時候就已經埋落咗種子。而真正令狄波拉忍唔住嘅導火索，或者要追溯到謝賢離世前最後嗰段日子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謝賢自2025年底開始身體狀況急劇惡化，入院治療期間，張柏芝幾乎每個禮拜都會帶住兩個仔前去探望。大仔謝震軒當時正喺英國讀書，特登請假飛返香港陪爺爺。細仔謝震南更加係每日放學之後便直奔醫院，喺病床前同爺爺講學校入面嘅趣事，氹得謝賢喺病痛之中露出難得嘅笑容。張柏芝本人更加係親力親為，親自煲湯、熬粥，甚至幫護工一齊同謝賢抹身、翻身，毫無怨言。醫院入面嘅護士後來對媒體話，佢哋一開始以為張柏芝係謝賢個女，後來先知係前新抱，都覺得不可思議。而與此同時，王菲喺邊度？根據公開行程記錄，2025年12月至2026年1月期間，王菲大部分時間都喺北京，忙於籌備自己嘅個人藝術展。期間仲抽空去咗一趟日本，俾人影到喺東京銀座購物。佢冇出現喺謝賢嘅病房入面，冇出現喺謝家嘅家庭聚會之上，甚至冇喺謝霆鋒最需要陪伴嘅時候守喺佢身邊。一位謝霆鋒身邊嘅工作人員透露，嗰段時間謝霆鋒嘅狀態非常之差，日頭要處理父親嘅治療事宜，夜晚仲要趕通告。成個人瘦咗一大圈，而王菲只係偶爾發幾條信息問候，從未專程飛嚟香港探望。呢種對比落喺狄波拉眼入面，無疑係一根根扎入心入面嘅刺。更耐人尋味嘅係謝賢喺2017年嗰段訪問入面所講嘅，我哋謝家嘅媳婦從來都只有柏芝一個，並唔係一時衝動嘅口不擇言。據翻查資料，謝賢喺多個唔同年份嘅採訪入面都表達過類似嘅觀點。2019年，佢喺接受一本時尚雜誌專訪嗰陣，被問到對個仔感情生活嘅睇法，佢當時話：霆鋒中意邊個係佢嘅事，但係我心目中柏芝永遠係我哋謝家嘅人。2021年，佢喺一檔訪談節目入面談及家庭嗰陣，更加係動情咁話：我一生人最驕傲嘅唔係拍過幾多夫，而係有兩個好乖嘅孫，同埋一個好好嘅前新抱。佢口中嘅前新抱指嘅正係張柏芝。佢甚至透露自己100年之後最希望見到嘅就係張柏芝能夠繼續照顧兩個孫，將謝家嘅血脈好好咁延續落去。呢番說話喺當時並冇引起太大波瀾，如今俾人重新翻出，卻字字句句都好似係對王菲嘅無聲審判。而喺呢場風波入面，最令人玩味嘅，莫過於謝震軒嘅態度。呢位謝霆鋒同張柏芝嘅大仔，如今已經19歲，身高高過老豆，眉眼間既有謝霆鋒嘅英氣，又有張柏芝嘅精緻。佢自細由阿媽一手帶大，同張柏芝感情極深，對爺爺謝賢更加係孝順有加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謝震軒對王菲嘅態度一直非常微妙。
佢從未喺公開場合稱呼王菲為阿姨或者媽咪，甚至喺同老豆謝霆鋒嘅私下交流入面，亦極少提及王菲個名。2025年謝賢住院期間，謝震軒曾經同老豆有過一次深談。據在場人士回憶，謝震軒當時對謝霆鋒講咗一句令在場所有人都愣住嘅說話：爸爸，爺爺最想見嘅人唔係你女朋友。佢冇用王菲呢個名，而係用咗你女朋友呢個疏離到近乎冷漠嘅稱呼。謝霆鋒當時沉默咗好耐，最終冇回應。而謝震軒喺爺爺葬禮上嘅表現，更加係將呢種態度展現得淋漓盡致。據現場記者描述，謝震軒全程神情肅穆，緊緊握住阿媽張柏芝隻手，對前來弔唁嘅賓客一一鞠躬致謝，表現得體而成熟。但當有記者試圖問佢關於王菲為何冇到場嘅問題嗰陣，佢只係冷冷咁望咗一眼鏡頭，一言不發咁轉身離開。嗰個眼神，俾港媒形容為比任何言語都更鋒利嘅回答。張柏芝本人喺呢場風波入面嘅表現，則堪稱教科書級別嘅以靜制動。自謝賢離世消息傳出之後，佢第一時間喺社交賬號上發佈咗一張黑白相，嗰係多年前佢同謝賢、謝霆鋒以及兩個仔嘅一張全家福。相入面，謝賢坐喺正中間，笑得對眼眯成一條縫，兩個孫依偎喺佢身旁，畫面溫馨而令人鼻酸。張柏芝配文只有4個字：永遠懷念。冇長篇大論，冇煽情告白，卻令無數網友瞬間破防。喺謝賢葬禮當日，佢身穿一襲黑色素衣，戴住墨鏡，全程低調咁企喺兩個仔身後，既冇搶風頭，亦冇刻意回避鏡頭。當狄波拉喺靈堂前喊到幾乎暈厥嗰陣，係張柏芝第一個衝上去扶住佢，輕輕拍住佢背脊，喺佢耳邊低聲安慰。呢一幕俾現場記者影低之後，迅速喺網絡上瘋轉，評論區最高讚嘅一條留言係：呢個先係真正嘅謝家媳婦。而王菲嘅社交賬號評論區則俾另一番景象佔據，大量網友湧入留言，質問點解唔送四哥最後一程12年了，連一個名分都唔願意俾咩？你真係愛謝霆鋒咩？面對如潮嘅質疑，王菲一如既往咁選擇咗沉默。佢嘅經紀人鄭嘉英僅喺回應媒體詢問時簡短表示，呢個係私人事務，唔方便回應。呢種冷處理嘅方式喺當下嘅輿論環境入面，反而俾人解讀為一種傲慢。喺呢場風波入面，仲有一個人物嘅態度值得玩味，嗰個就係謝霆鋒本人。作為夾喺阿媽、前妻、現任伴侶同亡父之間嘅核心人物，謝霆鋒嘅處境堪稱四面楚歌。據佢身邊嘅工作人員透露，謝賢離世之後，謝霆鋒幾乎冇合過眼，成個人憔悴得唔成樣子。佢一方面要處理父親嘅身後事，一方面要安撫阿媽狄波拉嘅情緒，一方面仲要面對外界對王菲鋪天蓋地嘅質疑。而最令佢難以承受嘅，或者係嚟自個仔謝震軒嘅沉默壓力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謝震軒喺葬禮結束之後，曾經對老豆講咗一句話：爸爸，你欠媽媽一個道歉。呢句話入面嘅媽媽，指嘅係張柏芝。謝霆鋒當時冇回應，只係默默轉身行開。而王菲喺成個過程入面，始終冇出現喺佢身邊。佢喺邊度？根據航班記錄，謝賢葬禮當日，王菲嘅私人飛機由北京飛咗去大理，佢喺洱海邊嘅一棟別墅入面住咗足足3日，期間冇發過任何動態，亦冇同外界有任何聯繫。佢似一個局外人一樣，將自己由呢場風暴入面徹底抽離咗出去。